Hello Alice，終於見到你啦，真係太好啦！係啊，我哋好耐冇見啦。你最近點啊？你仲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，我之前遇到車禍受咗傷呢？梗係啦，我仲記得啊。其實我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落唔到床，已經整整1年都冇返工啦。原來你傷得咁重㗎？咁嗰一年你係點過㗎？我太太工作都比較忙，所以都冇太多時間可以照顧我。我朋友聽到我嘅消息之後，就向我介紹咗安托。佢係一間非盈利嘅信託公司，同時亦都提供咗管家服務，希望可以照顧客戶喺信託以外嘅需求。好彩朋友同我介紹咗安托咋，唔係我喺好返嘅期間都會覺得好迷茫。真係太好啦！不過其實咩係管家服務啊？安托嘅管家服務主要係為咗客戶提供額外支援，等我哋可以專注咁照顧自己或者屋企人。就好似我咁啦，我需要有人幫我打掂一啲生活瑣事，就好似家務，亦都希望有專業嘅人士幫我處理傷口。而安托就根據我嘅需要，幫我制定咗一個照顧計劃，而且轉介咗一啲合適嘅公司嚟提供呢啲服務。原來係咁。其實咧，我有個哥哥都係長期病患者嚟㗎，但係我哋全家人都要返工，冇辦法24小時咁照顧佢。如果遇到突發情況嘅時候，有時我哋都唔方便請假返屋企，所以我哋一直都喺度揾緊呢一類型嘅服務，譬如可以有陪診員陪佢覆診。係啊，安托可以滿足到喺各類照顧上嘅需求。我覺得管家服務可以為照顧者帶來唔少嘅幫助。如果每星期一次有專業嘅護理人員嚟到屋企上門照顧病人，咁真係可以減低到照顧者喺身體同埋精神上嘅壓力。除此之外，安托亦都會定期召開小組會議，重新去檢視我嘅管家服務計劃，並喺有需要嘅時候進行調整。咁又幾好喎！聽完你講，我都想知道更多關於佢哋嘅管家服務啊！好啊，等我介紹我個客戶服務經理俾你啊！